日本九州大分市佐贺关地区昨天傍晚突发猛烈大火，短短数小时内，整片区域陷入火海。截至今天早上10点，火势仍未被完全扑灭，已有超过170栋建筑被烧毁，1人失踪。起火地点位于佐贺关渔港附近的住宅区，一户灾民率先起火，随即烈焰迅速蔓延。尽管消防单位迅速调派10多辆消防车赶往现场，但由于风势强劲、房屋密集，火苗一路卷向周边山林，造成更大范围的破坏。当地居民回忆说，火光是在1个小时内就照亮了整个街区，一些空置房更让火势一路扩散。目前，当局已经安排175名居民撤离到临时避难中心。面对大规模的灾情，大分县政府已经启动灾害救助法，并向自卫队请求支援，希望加速灭火和救援工作。相关单位也将在今天召开应对会议，讨论未来的应对措施。